大家好，许杰，我们著名右派小生许杰，今天也来到我们现场。接下来那个我们演员来，我们施玉玲，川派小生施玉玲，于景兰是家乡的，这里郑州艺校毕业的，来祝阳我们的非常可爱的优秀小老干。应该说我们今天带来的那个各个流派、各个品种，应该说行当的品种非常的齐全。大家请坐吧。好，现在你们站着，我们都不敢走上台了。要不要给大家几分钟时间拍照？还是结束以后？结束以后，我说的拍照不是跟我拍照，跟我们下面在座的几位去拍。现在别拍，一拍的话，你上来也接不下。那么各位市民朋友，我们这样子好了，稍微安静一下啊。我们等一下讲演就要开始了，因为我们几位老师、方老师啊等等几位老师，他们都很辛苦，一早从上海赶过来的。所以说呢，我想他们在讲演的时候呢，希望大家能够配合一下啊。毕竟呢，他们从上海过来这个远途奔波是很辛苦的，所以各位呢，热情是要有，但是我们想尽量的保持一个安静的环境，这样呢，大家可以欣赏起来更加完满一点啊。过来那个好，我们欢迎啊！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按说我们应该是提早到的，因为我们也是早上很早就出来，路上有点堵。完了到了以后呢，也是匆匆的吃了点中饭啊。就为了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形象，所以说呢，我们到了酒店以后去稍稍的去涂脂抹粉了一下，所以说大家看到我们都觉得蛮漂亮的，实际上也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也是尊重大家。谢谢大家今天能够走进我们的怎么说呢？粤剧原派艺术讲演，哎呦，这个名字好像有点那个。很实在，是实在。但是我觉得今天不仅仅我们要讲的是原派艺术，更要讲的是个粤剧艺术。我们要因为老师他一生从事的是个粤剧事业，他不仅仅说要给大家带来的只是他个人的一种艺术。所以说，在继承老师精神和艺术的同时，我们更多的要继承的是他的这个精神。谢谢大家能够有位置的，能不能都坐下来呢？好，有位置的朋友，我们现在坐下来；没有位置的朋友，我也坐下来，大家也坐下来，好吧？你们站在那里，我都不好意思坐下。那么在这里呢，我想我们已经看到了，刚才方老师很谦虚哈。我觉得这个袁老师呢，不单单是我们郑州的骄傲，也是我们粤剧的骄傲。我们的题图当中设计的那条就是陕西，陕西呢配了袁老师的图，陕西呢是这个袁老师魂牵梦萦的那条母亲河。那么马上就要开讲了，在这里呢，请各位朋友们配合一下。如果有手机的朋友呢，请你拍照是可以啊。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希望大家的声音呢都调到静音，好吧？如果您觉得有朋友在拍了，我就不拍的话，你索性把它关掉，这样更加好一点。如果万一的话，这个声音响起来，那真是大煞风景。大家说各位是不是？啊，我们讲演它本身就是一个艺术，一个很流畅的艺术。如果说当中响起来的手机声的话，那真是大煞风景的啊。好，我们现在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方老师给我们讲课。我今天能够走进那个粤剧博物馆，也不是说一定是来讲课，实际上也是重温一下我们老艺术家们曾经走过的一个路程。因为我也是从小开始学唱粤剧的，但是呢，唱了那么多年以后，实际上在对粤剧的历史很多还是有非常多地方的欠缺，所以说也是想通过一次次的演讲、一次次的讲座，能够给自己丰富一些对粤剧方面的一些更多的一些知识和理论。实际上很多人可能都比我懂，只是我在舞台上面那种
演出的演绎的角色和舞台经验可能会比大家多一点。实际上，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在舞台上面的一些体会和一些舞台经验。我想今天在座的肯定也是很多人都是资深的越剧票友跟越剧戏迷，对不对？很多人我都是看的都有点脸熟的，在很多大奖赛里面都获过奖的，在很多电视里面已经是非常的让观众们已经是熟悉的。那我想在演讲之前，在我们讲究这么一个越剧艺术的一个题材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为什么会喜欢越剧？喜欢越剧的理由？老前辈的艺术遗产，好听、美，还有吗？优雅，很有韵味儿。大家都说的非常好。实际上呢，我今天在演讲做功课之前啊，实际上我这里还要感谢我的2个哥哥，一个大哥哥跟二哥哥。实际上他们为了我这个讲座，也是收集了很多的资料，也特意为我写了很多的东西。可能我现在手里拿的东西不一定会照着这个稿子再来说，可能要通过大家的互动，我们把这个讲座做得非常的有声有色，而不是说我在台上坐着，大家在下面像学生一样的听课，那我会压力山大呀，会压力很大。希望大家能够给我减轻点压力，能够活跃起来，非常踊跃的回答问题。就是说，大家喜欢越剧的理由是什么？喜欢，因为喜欢所以才高兴，对吧？这个呢，我想大家都说的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到位。说实话，我自己在唱越剧的时候啊，我学唱越剧，实际上大家也可能从网上也好，从后面的人，大家能够我们活跃管活跃，能够保持安静啊。活跃的时候，互动的时候，大家能够非常活跃。说实话，我唱越剧并不是我自己要唱的。也不是我喜欢越剧而去唱的，只是经过了那么多年以后，自己渐渐的，好像对这个越剧产生了很强烈的感情，所以说才会喜欢它。当然，刚刚已经说了啊，这是美，一种柔，一种漂亮，还有就是我喜欢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我喜欢，我高兴。我觉得都讲得非常对。我觉得首先一点，它是中国的，你像外国没有的吧？是我们民族的，是我们应该说是我们只有是地方上才有的一个剧种。我们越剧才只有短短100多年的历史，它能够成为全国第2大的剧种，我想它肯定有它的理由，因为它年轻，博采众长，借他人之力来强大壮大我们自己的力量。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还有现在的很多别的剧种也借鉴了我们越剧很多的编导、音媒、演、服饰。所以说很多人喜欢越剧，还有一个很大的理由就是它的音乐美、唱腔美、服饰美、舞美美，还有舞台上面的形体美。是集中了很多的一个美字，而且他的音乐能够深深地打动每个人的心。特别是我想大家最印象最深的，应该说是我们的《梁祝》，不仅仅是成为我们民族的，成为中国的，而且已经是成为世界的。实际上我站在那里讲课，真的是好像有点像老师一样，我坐下来比较放松一点啊。实际上从1949年以来，兄弟剧团向我们学习了很多，实际上也是更进一步的确立了我们越剧在整个戏剧界的一个地位。也是老艺术家们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和努力。刚刚说到我们是一个喜欢跟民族的中国的，还有一个它的音乐、唱腔、表演、服饰等等的美。第3个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拥有一大批献身于粤剧的老前辈们，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并与粤剧综合表演体系结合，开创性的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流派艺术，使你们大家和我共同一起爱上了粤剧。大家认同吗？因为有老一辈艺术家们能够现身，所以说也建立了一系列的表演体系。但是我说今天我这么说，刚刚我说嘛，我站在那里说，我觉得很拘谨，有点像讲课一样的。但是我说今天我说光唱不练，光练不唱，我想大家肯定也是非常的不满足跟不认同哈。那肯定是因为我是主角。他们叫现在的流行语叫主角，猪脚。当然了，我们在演讲当中肯定会穿插一些非常有趣味性的或者有代表性的，还是有跟历史跟粤剧有相关联的一些唱腔，肯定是会有这方面的演唱。大家对粤剧的形成发展、主要唱腔和流派可能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我觉得我讲的这些形成、发展和产生中的故事，我想可能是非常非常多。这里呢，我想我们大哥哥帮我准备了很多一段这个就是老前辈也是戏剧理论家刘厚生先生，对我老师这一代中国戏曲伟人的一个评价。他评价我的老师是中国戏曲伟人。我当时说一看到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也觉得是有点诧异。一般的伟人嘛，我们大家都用在那个领袖啊、英雄啊，什么非常具有强大的、好像高大形象的，怎么会用在我老师身上？我觉得我有点有点糊涂了，不知道这个字怎么会用在老师身上？但是在老师逝世以后呢，也知道了一些我曾经不知道的，或者是更清楚的知道了一些老师曾经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故事。所以说，回想起老师对粤剧事业的那种倾心倾力的付出，对美好事物的倾力的追求，对同事和朋友的倾囊相助，特别是老师过世以后，我看到老师在06年还是0几年的时候，他写的一份遗嘱，那是他可能是他最早的一份遗嘱吧，也是经过后来也是可能没有交到大哥哥他们手里。我是在王德军就是他的秘书在整理资料的时候，也是家里面吧，在整理资料的时候，看到了这份，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由衷的更加的敬佩我的老师。因为当时时候老师说一段非常朴实也非常简单的一句语言，他说我不是个神人，也不是个有预见的人，只是我当时看到了粤剧界他从事的这个事业在后台台前幕后非常乌烟瘴气，他觉得我这个年龄，那时候他还很小嘛，难道我就要这么一辈子的跟这个环境相陪伴吗？他觉得要改变我自己的命运，必须要改变目前的现状。那时候他说我没有非常伟大的一种想法，我一定要进行粤剧改革。但是他的脑子里面，他的思想当中，他的境界已经是对粤剧改革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责任感。说实话，他这个你应该说那时候他才20岁左右吧，大哥哥，20岁左右他已经有这个思想。我们20岁左右的时候不知道还在干什么呢。他觉得很简单的一点就是我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要改变我所从事事业的这个现状。如果我不改变它，那我这一辈子也就完了。所以说，基于他对这个粤剧的一个强烈的艺术追求，所以说他不惜牺牲自己的那时候大家可能也都听到过，老师在改革的时候拿9%，请了编导1枚盐，1/10才养家。所以说我这里讲个故事，就是说当时我们已经长大成人以后，老师觉得
你们也可以去做一些改革。我跟老师说，老师我做不到。他说为什么？我们那时候说那么困难的时候可以做，你们为什么做不到？我说因为生活环境不一样，形势环境不一样。我拿1/10我自己养不活，所以说老师也非常理解我们这一辈人跟当时时代的一种，可能他对我们也是有一点点遗憾跟一种感慨吧。所以说我们能够尽力的走在这个舞台上面，能够保持珍惜现在的这种一个老师前辈们赋予我们的宝贵的财产。所以说我今天能够站在舞台上面，也是做一种传播、传承、推广与宣传的一种作用，让更多的人来理解我们老前辈们所做出的贡献，珍惜我们当前所拥有的粤剧大繁荣。所以说，不是说我们作为一种娱乐，作为一种讲座，只是讲一些故事，讲一些什么。实际上，我们今天跟明天或者是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的讲座，就是为了继承、推广、传承、发展，让更多的人来喜欢粤剧，让不了解粤剧的人来了解粤剧，让不熟悉粤剧的人来熟悉粤剧，让熟悉粤剧的人来喜欢粤剧，让喜欢粤剧的人更喜欢粤剧。说到我们粤剧，应该说也是花了非常跟别的剧种来比较来说，也是非常少的时间，能够应该说是几十年了。我们从发源有粤剧那个阿拉讲，就是道龙高头唱《别个北》开始，我们不说这个，就说能够走进上海，到成为中国第2大剧种，也是只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因为我们粤剧的100年也就100多年嘛，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出了孕育它的浙江和上海，流传到了全国乃至世界。现在粤剧已是我们全国的第2大剧种，传播之广、速度之快，只有粤剧，这是历史，也是事实。那个别的剧种，人家说有不服气，那没办法，你们能够拥有那么多的粉丝，拥有那么多的观众，拥有那么多粤剧爱好者吗？没有，只有我们粤剧。作为一个粤剧演员，我是80年代成长起来当中的一代。身为演员，为他的辉煌成就自豪的同时，也需要更多的去深思，成为我们对目前不仅仅是爱好粤剧的朋友们在台下欢呼，不仅仅是一种沾沾自喜，我们这一代还有对粤剧未来之路的困惑。我们粤剧现在那么辉煌，我们将来该走向哪里？是不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用什么样的精神，让我们的粤剧能够走得更远更好？对我们这一代还有对粤剧未来之路的困惑的同时呢，历史艺术家们对我们留给我们的财富，我们在尽情享受享用的同时，我们应该为我们从事的粤剧做些什么呢？所以说今天，因为也是基于我应该做些什么呢？我应该做一些传承、传播、继承和发扬光大的作用。我觉得这是我目前应该做的。我是一个接受传统的唱作念塔系统训练的一个演员，能够更多的感受到传统给予我们的意义。因为很多人说你们要创新，但创新的同时是什么？我们要继承，继承了什么？继承了传统。没有传统，就没有我们现在粤剧的大繁荣。现在面对粤剧剧目、声腔表演这些不均衡的遗产，我们如何面对它？肯定还要有不同的策略和选择。粤剧从最初的底头别个北到现在的
全国第2大剧种。我想他的声腔对我们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传播。那我想以前呢，好像我听了说了我前面很多，一下子老前辈们的艺术啊什么，一下子下面非常的沉重。可能喜欢越剧的朋友，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会有那么多老前辈们，只是我现在说的只是那么一点点。将来经过不断的讲座以后，可能会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一些改革创业过程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所以说，现在我们轻松一下，我们请我们在座的下面的观众啊、朋友啊，来为我们演唱一段我们最初的老前辈们唱的，比方像老师公腔啊，那个啊。老师，我唱那个断肠人。你唱断肠人是后期的，还要前，还要早。什么赛长巷啊，嘎啦嘎啦。哎，我们现在来听听我们最初的那个。各位戏迷朋友，各位老师，大家好。那么我来唱几句那个老师公。小单飞的那个草红吧。夫人不要小鸟回首，七情泄露，听红娘塞拉来。杨明对，今天嗓子不太好。没关系。不是紧张，照着今天嗓子不好。呀，人生平啊真心，小姐儿辈最美呀头，文师傅，苦苦病在上，他儿人莫叫夫人只呀问，他儿人秘密思虑长带来，一粒印在今生儿，明来二十两月，呀是望么结冰啊个头，一伤心两相对，夫人啊得把才是千把岁呀。哎，实际上大家也听出来了啊，在放岁是千把岁啦，也是现在的落腔也有点差不多，但是我想那个大家很熟悉的那个赛长巷嘞，我来唱，哎，要有乐点，刚刚赛长巷啦，赛长巷唱起来呢。哎，上包头的赛长巷都是个老师公啊！哎，拿声乐我上了蛮好懂的。上拉包，他拉来，地拉一人，当开了一扇窗来，一扇拉门点起了一支清香一盏那灯，白色一盏金，礼包那把一大事观世音，保佑我父为马自尽，但愿上进去功名山顶个上中拉头名现在回过头来听听我们以前老前辈们的一些老调、老腔、老调，真的是非常有韵味。但是我们以前最初的时候我也唱过，但是我就老觉得，嘎个阿拉二姑姑啦，这边帮我搂来了，俺老师了那时候做也是讲演的时候，我是坐在下面，来现在就放杨声唱一段啦，唱好了以后，
嗓子是蛮好，味道是不大对咯。但是呢，现在我想再请一位啊，来唱唱老四宫。有人会唱现在那个现在的四宫腔，有比较有典型的，晓得没？现在侬唱老的还是新的呢？还要老的啊！哇，好这个啦。黄老师唱是唱的不好的，不过我爸爸是100多岁了呢，他唱的是那个就是说起来他红的是同一个时代的，对吧？我老是。哎，老师哎，我在那很听的，草根出身的，不好意思啊。出望民间的姊妹，日上牛儿的担边，丈儿喜结报喜心，恭喜你的六品把家位。好，但是侬要是假个唱，俺老师肯定不同意的。唱了有味道哦，老调有味道哦。假的，我说我们刚刚唱的都是老四宫腔的哈，结合我们现在说的，就说经过发展以后的四宫腔，大家知道比较有特色、比较典型的是什么吗？韩夫对吧？有人会唱韩夫吗？万人好比天上月，对吧？我呀人你好比天上月，是不是？好听吗啦？是你啊，没有。就是我们现在听以前像上报他来的呀，就是那时候老师说唱的时候每个字啊就咬得很实，而且呢声腔上面呢没有更多的修饰，它是很直白的。上报他来的呀，但是他们声口是说的很美，但是从演化了以后，从老艺术家们的不断，他说：“我呀人你好比天上月，是不是更美化了？”所以说，老前辈们他们给我们创造的财富，它是在不停的在经过艺术家们的不断的那个磨练以后，渐渐的成为了我们新粤剧的很多非常典型的唱腔。说到我们粤剧能够发展到现在，那肯定是说我们像我老师说过的，是不能不说的是我们这两个奶妈，就是一个昆曲，一个话剧。昆曲是一个写意的艺术，话剧是个写实的艺术。如何把这个写实跟写意两个有机的结合起来，那就是我们粤剧前辈们他们所做的非常巨大的一个贡献。我的理解就是说，为什么要叫两个奶妈？昆曲跟话剧，为什么不去学京剧呢？也不去学什么绍剧，为什么一定要去学昆曲跟话剧？我想我的理解啊，可能是我们粤剧很年轻，尤其是在表演艺术的领域上有待于发展探索空间。借鉴其他剧种，是为了丰富我们年轻的剧种。我们粤剧行当表演风格成熟与清晰，也是粤剧形成的过程。借鉴其他剧种表演手法，深化粤剧改革，实际上这是老艺术家们一直想要做的。那为什么不在京剧上面？或可能是我的理解也是，京剧偏重的是程式技巧的掌握。至于塑造人物呢，那就是要靠以后演戏的时候去体会。粤剧改革引进的话剧、电影的长处，不但弥补了传统戏曲的不足，而且通过实践，把他们注重内心体现与传统戏曲程式化的表演结合起来，融为一体，成为我们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表演方法。要说这个呢，肯定是
大家会想到我们的现代戏啊，祥林嫂。祥林嫂的表演当中有很多，因为她去掉了水袖、百褶裙，一些装饰的东西，整个全是把戏曲演员我们传统戏曲能够遮掩的东西，基本上都已经去掉了。所以说，她更加的要运用一种生活化的表演方式，但是呢，它又不仅仅说是生活的，也是经过非常认真、非常系统、非常细致的城市戏剧化的一种形体表演。哎，有很多人都看过越剧没？越剧我们祥林嫂没有？看过的对吧？看过我唱的那个祥林嫂？看过。哎，那现在说到我们那个原派代表作，我们老师的代表作《祥林嫂》，就是要说说我们原派祥林嫂、原派艺术、原派唱腔的它的特性、它的特点、它的特长。我想在座的是不是有人可以反馈给我几句呢？好的。反馈给我几句，我现在要理论。小腔很重要，还有吗？咬字要正确，要清晰。那任何流派都要咬字要清晰，要那个。声优听都要懂，特别是声优演员是声优听。胸腔共鸣。啊，你对。他的那个奢侈的那个唱腔，我就是在那个电影里，然后他的每唱的那个唱都是那个。词汇我怎么说我就说不出来。还有吗？没，我觉得也有点这个太单一跟太狭隘了一点，有点不大满意呢。我这个传承人听了以后有点不满意呢。介绍人的介绍人的啦，有点要斩的啦。你们讲的不明白，你们不能够非常明白的这个怎么把它传呢？所以他那个体验的生活气息了。他像祥林嫂里面，他那个很高兴的，最高兴的这个亲戚里来来去这个，其实都好啊，完是压岁很好，是很好，但是为什么好在哪里？能告诉我吗？心里那个体验出来呀，他这个耐心啊，他这个耐心。我觉得以后啊，这种讲座应该多开展一点。因为大家讲的都是一些，哎呀，老师的唱腔很好听，老师的唱腔后面尾部带鼻音，那难道每个字都带鼻音吗？我说，我们粤剧有很多的韵节，你如果用董中用来讲，大家知道的那个西厢红，它可以用鼻腔共鸣。那么来，那你用什么鼻腔共鸣呢？来，对了，对不对？咦？一吸韵，你如果也用鼻腔呢，那变成什么来呢？哦，不对对，刚刚您讲了哦，不对对，对吧？实际上，我觉得很好，也是给大家加深印象啊。老师的唱腔应该说是，首先一点，它不是一种华丽的，它是朴实的。耳朵哥对吗？啊，跟你也是上一课啊。原派的唱腔，首先一点，它是朴实的、委婉的、深沉流畅的，既善于叙事，又擅长于抒情，最后一点哈，更注重于以情动人，还有一点从容自如。你看有没有结合哪个东西啦？袁老师唱的是没有对吧？没有的啊，那你想想看，这是每个流派活动，不能说是哪一个结合
一点，哪一个不简单一点，对吧？老师的唱腔，它首先它是朴实流畅，叙事抒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情动人。你想想看，我们刚刚又回到前面啊，就说祥林嫂她的叙事的东西，你想想她卷好门槛了以后出来的那一段啊，卷好了，卷好了，你说这个字卷好了，卷好了有什么多唱的，对不对？那么简单的，但是他就把那种心情要给唱出来，卷好了，卷好了，卷好了，门开一条，哎，你说。这个东西，你说像现在说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一样的对吧？卷好了，卷好了，它第二个的卷，卷好了，门开一条，它强调一步一步的叠进。完了以后，后面呢，它这一段唱腔，大家说它很简单，很简单的，就是我今天卷了一条门槛。这条门槛里面是一些什么东西做的？做了多少大？做了多少高？你说用念来说也可以的，但他为了表现那个非常明快的一种心情，一种愉快的心情，我今天赎罪了以后啊，终于是非常释放的，非常轻松的，今天终于解放了。卷好了，卷好了，卷好了，门开一条。苗族人正月初三就动工，元宵节前包做好。三十了不见钱，有四叉宽，一叉高。自从大年再不停，13余里卖不掉。从今后让千人大，万人夸，我的3年好做掉，好做掉啊！你说他这个唱腔既流畅又叙事，朗朗上口，这是一段。还有一段在厨房里面的，厨房里面已经是也操作了，已经说了很多遍了。所以说，在这个人物处理的时候，不能够再我真笨，我真傻，我当然知道下CT也许人家不厌烦了。所以说用了一段，我真傻呀，我真笨，我有时懊恼，有时恨。他把那个悔恨的东西跟前面喜悦的东西，他最后强调了一个音。你看后面是。苗族人正月初三就动工，就动工了。元宵节前包做好。所以说，我现在说到唱腔的时候，也跟我们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分享一下，就在唱一段唱的时候，你要抓住它的一个主要的词，抑扬顿挫，你要扬在哪里，顿在哪里，抑在哪里。这样唱出来的唱腔呢，就是会让人觉得百听不厌。如果你说苗族人正月初三就动工，元宵节前包做好，好听吗？很好听，很好听啊！但是它缺少了什么？缺少一个生命力，缺少一个生命力。你想想后面这一段唱的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就是说我真傻呀，我真笨，我有时懊恼，有时恨。下面呢，笨后面是个恨，他把那个主要的词给唱出来。我拿了一只小蓝，一只黄，那。这个是鼻腔共鸣啊！要说完，那就不对了，那叫字正腔才能圆，对吧？叫阿猫一面不对，一面开门。中华我自己太粗心，转眼不见他踪影。不
心啊，你看他在找啊找的路上很那个，所以说像类似于这种唱腔，就是一个它是非常朗朗上口，但非常可以叙事的，它是叙事的一种唱腔。但如果要说到那个抒情的。但如果要说到那个抒情的，那我们讲大家可能是非常熟悉的，那就是《西厢记》了。《西厢记》它的抒情，它的那种旋律，它的音乐跟祥林嫂完全是两种。现在没得一点气了，今天，哎，但是呢，《西厢记》有《西厢记》的优点，《西厢记》也有《西厢记》的缺点。祥林嫂有祥林嫂的非常丰富的唱腔。我听老师说，《西厢记》它永远不满足的是《西厢记》整个一个戏里面非常好听的很多的唱腔，但是恰恰没有一段大段的唱腔能够流传，能够脍炙人口。我们现在的这段琴心，原来在老师演出的时候，这段琴心也被给剪掉了啦，剪掉嘞。后来我们在重新排的时候，也是考虑到这个没有一段非常完整的一段唱，其中呢，也就是琴心里面的这段琴心非常的，应该说是相对的比较完整一点，实际上也就3分钟的唱腔，而且呢，老师他敢于把自己的唱腔咔嚓咔嚓咔嚓给剪掉，前面实际上琴心之前还有一段唱，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知道？哎，王金公，当时我考级的时候我录进去的，不然的话你们都也没有听见过，只有听老师的呢。我演的时候也是没有的。你想想看，琴心它的《西厢记》唱腔，你看它的咏叹的东西，因为它是一个非常诗情画意的，我们老艺术家们就把我们的《西厢记》描述成为是个工笔画式的一部作品。而且呢，祥林嫂它是一个木刻型的，它是粗线条的，但是非常有厚实厚度的、接地气的那么一个。所以说，《西厢记》里面很多运用了黄师傅的原著，所以说他，你看看崔莺，他一出场的就是，像我们就说别的不说吧，你们大家熟悉一点，就是《西厢记》的那个琴心的那个一出场，望晴空冰冷。就是一出口就让大家觉得天空、月亮挂在上面，不相见，风骚彩虹，心情不好。心情不好，要是说心情很好的，望天空冰冷大涌，不相见，风骚彩虹，也可以唱，对吧？就是说他非常非常的注重人物，就是说他通过一个唱词，望天空冰冷大涌。月亮，它来做啥呀？对吧？不相见，风骚彩虹。现在我们唱的跟以前唱的又不一样了。以前唱的是，现在我们的牛女心，横断太空。现在这么唱的，以前老师不是这样唱的，你们知道吗？不知道，没听过，对吧？牛女心，横断太空，那台来月，偏
后面不要太节奏太多，而且那种咏叹的东西太多，所以说老师们也是在不断的改进情绪化的唱腔，不至于让人家觉得后面，所以说把他曾经有永生树虚伪中没有了，这段唱腔在我们戏里面是没有的。所以说，声腔艺术也是一个在舞台上面塑造人物的一种。你想想，如果把祥林嫂的唱腔那种唱法拿到崔莺身上，把崔莺的身上的唱腔拿到祥林嫂，那就完蛋了。那祥林嫂不是祥林嫂，崔莺就是崔莺的外婆。你看，如果把崔莺唱那个情景，我是唱到祥林嫂，轻轻回还会对哦，好像这个人物听听也不对。他必须得要有一种非常苍凉的雪墨的风，天，一定要有一种苍凉的东西。那如果你拿那个崔莺的声音来唱呢？雪墨的风。那个祥林嫂还嗲死的。那如果拿那个崔莺，那祥林嫂的唱腔来唱那个崔莺的，怎么唱啊？那个崔莺还是二八少女吗？整个一个哑姑这个对吧？当然哑姑有那个声音，你看比较好听而已了。那是我不是不要的，你说还会有这个可能吗？是吧？来，我们说到这里轻松一下。来，景涵，你唱什么东东？唱的情形好吧，让他。好。本来我先让他唱帕夫的，那说到《西厢记》了，我就让他唱一段那个啊，唱帕夫。请先。锦溪柳动舞汤尾唱过吗？哎，来我唱锦溪。那我们于小组两个，那我们后面的讲完要不要讲下去呢？讲下去，那准备讲到什么时候呢？今天我们的时间是1个半小时，大家看看已经到什么时候了？你自己摆吧，快点摆吧。哎，我们明快一下，我们唱哈夫吧。谁说了算呢？到底现在？啊？他说了算。你看到没有？这我们是有传统的。就是人家说问我范范，你谁说了算？老师说了算。你说他叫他说了算，他肯定不会说他说了算，肯定说老师说了算。哎，老师说了算，那就唱哈夫吧。好。因为刚才老师说了那么多，然后示范了那么多，我表示压力山大。没关系，你玩意更到我们这个年龄，你玩意好几十年呢。因为我是嵊州地地道道的嵊州人，然后原来小时候就一考进就在博物馆隔壁，在越剧之家读的，就是启蒙的都是在越剧之家，所以对家乡、对母校、对这一片土地都非常的特别有感情。很多时候我会觉得，我的血液当中都流淌着跟越剧有关的血液，所以在很多时候有时候。会碰到挫折或者什么的时候，就会觉得我唱越剧比做其他的工作更有意义。所以今天也非常高兴的回来，在这里给大家唱一段，希望大家喜欢，谢谢。爱情不配为白娘用，江
我们一起来唱怎么样？那有没有哪个？我觉得他很多人都唱原拍的，是不是有？哪个？来唱原拍的？那你，因为我觉得啊，我们今天的那个讲座不仅仅是一个让大家更了解一些粤剧前辈们的一个创业的跟改革之路，也是更多的也想通过讲座，我们互动，提供个互动的平台，大家能够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内给大家有一点帮助。如果比方说他唱了以后，我会请阿拉徐老师啊，阿拉景兰啊，那个谁啊，会给大家提出一点中肯的意见，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讲座，这个大家能够在一起的一个机缘，一个缘分，能够给大家有一点点帮助。个人唱了。我们这个考试的时候都不用本子，大概。不用本子，古代宣唱。来个天呢，吃起来的。唱一个天。唱好个东西嘞。强力嫂，强力嫂啊！我们徐老师在这里也要好好的唱啊，这个压力不要太大。雪满地。阿拉徐老师哪能讲两句？阿拉徐老师一听到唱语派，伊吓死了，不敢讲，不敢讲，因为伊想怎么让拨我四妹。这是我们学兄，阿拉徐老师比我高一辈，今朝名字高头没个，因为伊不是作为阿拉团里向的青年演员，他是艺术家。而且呢，阿拉徐老师现在身挑的2个监，一个是营销部主任，一个是还是我们团里面的艺术总监。他现在已经这个下脱了，现在还是我们团里面的搭档，我的搭档。所以说他现在也非常辛苦，今朝伊能够坐了搿搭，我所以讲我也要感谢伊。所以讲今日大家侪如啊，有个啥个演出任务、演出项目闲话。今后就找我们许杰老师了，他现在是营销部主任。我好跟他随随便便来点，我也没讲过来。那饭店我慢慢会说啊，点评要从理论上面，再从实践上面来发展。点评不是说我说你声好你就好，我说你不好，那你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问题是在哪里，怎么今后怎么来提高，就说要从我们这个唱念做大的是我们戏曲的组成部分啊，实际上也是从讲座到实践，从理论到实践，从唱作念达。实际上唱作与形体，实际上大家说我们都是一样重要，但实际上现在很多人可能
觉得唱作比形体可能更重要，很多人都这么认为。实际上这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唱作念打是戏曲的组成，相对声腔和流派比表演更成熟。因为我们以前从田头农村到走上上海大都市，因为他们的老艺术家们在声腔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基本体现。粤剧呢，我们有非常迷人的唱腔，这也是我们粤剧能够得以流传的重要因素。我师从的原派特别擅长的是这方面表演，女性情感的流派之一。如何继承和最大限度发挥原派唱腔的魅力，也是我舞台表演重要的追求之一。今天我们这位朋友他唱到的那个《祥林嫂》，实际上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段唱。首先，我觉得应该说他非常用心在唱啊，非常用心在唱，也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唱腔能够唱得更好。但是恰恰你在演唱的时候忽略了一个什么？因为你太注重于唱腔的表现，你自己也明白啊，缺少了一种内心，他的一个人物的特定环境。你现在唱的是，你可以说你是风和日丽的，也可以；你说在外面下毛毛细雨的，也可以。那个祥林嫂，她当时的所处在的环境，她是饥寒交迫，已经几天没饭吃了，而且外面下了大雪。她能够支撑着她活下去的，她就是有一个问题还没搞清楚：她死了以后，家里面的人还能不能在一起？老天能不能告诉她？地狱能不能告诉她？她一直都还没有解开。还有一个，从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她如果在这个时候，如果他那个眼珠子没动的话，人家都以为他是一个雕塑。所以说他在特定的环境里面，他要唱出这个唱腔本身已经是赋予我们很好的、非常的旋律。雪满地，雪满地，风满天。寒冬腊月又一年，这长长的岁月，我怎么过啊？就我们现在说嘛，我怎么还在活啊？怎么我还没死？就是长啊，但你要唱出那个意境来，唱出意境来，就是要运用你的声腔艺术。就说你现在唱的是那个雪满地，风满天，是吧？很好听，缺少了一种生命力。他的人物。雪满地，雪满地，风，难道风？那春风，但是春风啊，风风和日丽的风，是不是？风。满天，满天鸡毛飞上天，寒冬腊月又一年。他的那种心里面的一种对，他实际上想自己我怎么还没死啊？但是就是有一个问题还没搞清楚，那种贫病交加，一种苍凉，一种凄凉，一种对生活最基本的被剥削的权利都剥夺了。这长长的日子，我怎么过？胸腔过，我明早去当小工，对吧？就是这种，我怎么过啊？这种唱腔一定要注重
胸腔共鸣跟鼻腔共鸣，那个时候鼻腔共鸣用得上噻。血，我们的调对不对啊？血满地，风满天。这个不能一定要气，一定要顶住的哦。天没了，天。寒冬腊月，这又字出来以后一定要收回去，就是我怎么又过了一年啊？他不是向往的要过，他最好是我今天马上就让我死了，只是个问题没搞清楚。一年，喉咙一定要顶住，气要顶住，人活的一口气，唱戏也唱的一口气，后面没气的话，一年，这断气了。这长，特别是这个长长的舌字母怎么顾？后面是什么音乐？滴答滴答噔，什么？风烛残年，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顾这个风一吹，它的是梦啊，是真在眼前。这一定要气顶住，不顶住的话，没气就断气，就把这个人物听懂没有？懂我的意思了没有？懂我的意思没有？就是说，不能停留在一个声腔的美化当中，要从人物他的那个环境当中，你要唱出他的意境来，所以说才能有这个唱腔，才有生命力。不然的话，谁都可以唱。为什么艺术家们唱出来的东西跟我们唱出来的完全不一样？以前人家说啊，八月份声音条件很好，唱起来蛮好，怎么总觉得缺少一点什么东西？哎，我觉得我也蛮用功的在唱啊，怎么会没有的呢？后来突然在有一次的那个。偶尔当中，我听了傅全祥老师的唱，他唱的那个天幕，就是那个天魔歌章、最尾章，他有一段唱，哎，我觉得，哦，原来悲剧也可以这么唱，有情绪的也可以这么唱，就是往往一个人他豁然开朗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么一个点，在一个点上面，任何一个东西给你一个灵光，可能你就是呀，原来可以这样唱的。我突然一下觉得，哎，我自己会唱了。而不是我能唱，会唱戏跟能唱戏，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会唱了，傅老师的那个“为是我啊，一时不为太三心”，他后面特别是个收尾啊。特别的强调，他是那种不是我怎么样，哎呀，我觉得，我恰是于满腹苦中有隐情，他那个字咬的特别是家照不应落风尘。他这种唱法，我觉得，哎，他在这个一个这么特定的环境里面，能够把这个唱腔唱的又有力度，而且能够此时此刻他的那种恨铁不成钢的这个，那个《李蛙传》那个施玉玲演过的，所以他能够把它表现的那么极致。但到最后的我要挽郎君分来心，要挽郎君分来心，哎呀，陈郎啊，我全落丢。它是如泣如诉的那个东西，哎，突然给我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这个一个感觉，我觉得啊，
原来唱越剧、唱戏不是光嗓子好，要把情绪带进去唱，情绪带进去唱了以后，才会有永久的生命力。所以说，在座的各位啊，大家应该记住，今后在唱的时候，不是说我要唱一句，能够唱到人家说哦，这个人唱得真好，不够，要从深层次里呢，把你的情绪唱进去，以情带声，这样呢，唱的才有生命力。我不知道大家明白不明白我的意思。而且建议大家，你如果真正的要把这个唱腔唱好的话，你可以先去读一遍。我对我的学生们就是这么说的：你给我读一遍，字正腔圆的给我读一遍。你读了以后，你才会知道这句词的意思。我们就像朗读课，以前读书的时候有朗读课，哪个是主要的？一句里面哪一句是主语、谓语、宾语？哪句是强调的东西？哪一个是可以虚化的东西？哪一个要扬的，你就要抑；有抑的要扬。就说这样一个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以后，他的唱腔才有也才有生命力。现在的唱腔跟以前的唱腔，我坐一会儿啊。以前，就说像以前我们说的那个唱腔，刚刚已经有好几个朋友已经唱了那个老四宫腔，但老四宫腔它从演化的过程来说，它从四宫腔，到后来的那个拆调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知道是从哪一段唱腔哪一个戏里面产生了拆调腔？香妃，对，香妃都知道香妃对从哪一段开始？哭头的哪一句？这个实际上这个啊，已经是传播的非常非常广了。对的，他说的非常对。为什么今天要强调的来问一句？大家都知道，拆调腔的形成，不仅仅我老师一直都强调的，拆调腔的形成不是我袁学芬一个人的功劳。宝才师傅，对，他有幕后的宝才师傅。实际上，他真正在创作这个唱腔的时候，他也是在无意中，只是情绪使然。他到了这个时候，宝才师傅在下面的时候，那我是听我老师讲了很多遍这个故事了。宝才师傅说：“咦，今天袁小佳怎么唱了这个调？”他马上从说好像京剧的反二黄。马上就跟上去，回来以后他们觉得这个情绪到了这个份上以后，是应该用这个唱腔了。经过不断的研究以后，形成了现在的那个拆调腔。实际上现在拆调腔已经是我们越剧舞台上面用的最多的一个曲调之一，很多戏里面都用，每个流派都用。我们现在传统唱腔跟以前的唱腔已经有很大的差别。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一种坚持。现在很多人把越剧已经唱的已经不是越剧的味道了，已经唱的是像歌不像歌，乐不像乐。就是从我今天我要说的是，我们必须要坚持越剧音乐与唱腔是一个剧种的标志和生命力，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它的风格，当然也需要有所突破。流派应该成为越剧无处不在的基因和韵味儿。当然了，我们说要创作要什么，所以说我们也讲到那个范瑞坚老师创作的那个，懂得人很多的啊。这点我觉得弦下腔也是成为我们越剧舞台上面表演的一个表现人物非常经典的一个唱腔的旋律了。那我们现在请我们的司玉玲为我们唱一段那个范瑞坚老师的弦下腔，是哪段？三不灵宗。三不灵宗是范老师唱腔演下腔的辰光是比较典型的一段，但是呢，演下腔呢，不是光搿只有一段啦，有交关啦。我讲着，那现在侬去放大子，我讲着，我帮范老师的故事帮他听听了。好不。说实话，我也蛮喜欢范老师的唱腔，我觉得范老师的唱腔非常具有男性
那种阳刚的东西。所以说，跟范派小生们也接触的比较多，跟我们徐老师啊，那个贺老六也接触了很多。那有一次我们在粤剧一代风华粤剧表演艺术家的专场的时候，我跟阿花2个人排那个《黑暗家庭》。黑暗家庭，范老师呢，他是非常非常负责任。到了12点钟叫他回去，他说我不要委屈。他不要委屈，在干嘛呢？我要快戏，好快戏，快到了来干嘛？我们先把你送出去吧。好，我们把他送出去路上，我就很先嘎嘎的啊，我讲，阮老师，我跟你讲，我那个外帕唱得不错的咧。啊，我们阮老师讲，我跟他一起在这的，我们阮老师走路的时候，他是这样的啊，这棒子音的对吧？他说，我跟他对老师我讲。万老师，我那个万老师啊，我的外帕唱得蛮好的哩。他看我一眼，他说：“哦，你会唱外帕？”爹，我的外帕唱得不错的哩。好，那你唱几段给我听听看。我就唱给他听了。我唱了一段那个梁山伯的那个那一日前浪涛上送李逵。你在家有小菊妹，长亭上面坐的美，与兄弟得里登门就起来。哦，那他是他老祖，说明在觉得我唱了蛮好。像不像？像，把万老师抹了呀！把万老师抹了呀！万老师到那个房子对老公讲，唱得像他妈的，放牙飞，我跟你讲，我在这边呢，你这是在催化我们反怕。我讲，万老师，我哪能催回应？我想我唱的蛮好的。所以讲，那唱外帕你要当心啊！我唱不好嘎嘎哦。你把我们外帕的后面那个嘿嘿嘿嘿嘿嘿，把我们那个外帕的嘿嘿嘿嘿嘿太僵化了。我在想，我没有啊。得的登门就请来。我想我没有强化呀。实际上后来我知道了，很多粤剧戏迷朋友啊，为了求的一个流派的像，把老师的这个，那范老师你知道的，以前的时候嗓子好得来是不得了一个了啊，年纪大了以后，他肯定是因为声腔气息方面肯定是你没有，你不知道，确实是有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在学的人啊，把它刻意的去强化了，刻意强化以后，他也听人家说，肯定说，咦，怎么唱成这个样子的？他自己也知道，这不是他的强项。你把他的弱项，把他的那个已经靠气息来唱的东西，你把它夸大了，所以说他不高兴呀。所以说，放牙飞。你这是在催化我们外派。现在我晓得了，很多流派不可以把他的特点要掌握，但是不能把他的缺点去夸大。你把它夸大的话，老师也不开心的呢。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要让我们现在的一些艺术家、老艺术家们，要他们天天活得很开心。所以讲，我们斯大林呢，他是个好同志。斯大林，他是个好同志。他范老师来了医院辰光呢，他经常性去看伊啊，问老师要吃的、要穿的、要用什么东西。也应该讲是现在范老师，侬是最小的，最小之一了。小的，对。还有一个最小的呢？还有谁啊？那个业余的。哦，范真，万真，那比你大，比你小一点点。应该讲是4年龄，现在是范老师最小的弟子。那么阿拉今朝请我们的4年龄
看我们晚老师的那个。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我觉得对吧？不仅你们上了一堂很好的课，我也是上了一堂非常好的课。我们是从车上就听我们的明星姐姐，已经给我们上课了，我觉得非常的深刻。你们觉得好吧？太棒了，对吧？所以我也非常开心。你们知道我也是拜个嵊州人，因为我外婆家在上路啦，内蒙上路。从小呢就是在那个外婆家长大的，所以可能也就是嵊州有一半的嵊州人，所以非常的喜欢粤剧，跟你们一样。所以今天我就唱一段我们范老师的那个《孔雀东南飞》中的人去楼空，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城阙楼空。
谢。有哪位戏迷朋友愿意领名？郭老师，我今天这两天活动举行的这个和龙阳的一套服啊。今天票子出起来，好好退票的呢。看看我们这里办那个深圳来的华乐，华乐，我诚实一点。他的一种深圳过来的。实际上我们唱那个流派唱腔啊，一定要多听、多唱、多比较。华乐，你唱好了，我会帮你点评的很好的。我们在深圳，阿拉深圳一道演出的话，他们不是一直都来捧场、来关心的，那我就一定要点评哦。大哥哥、二哥哥、玉玲啊、徐老师啊，能好好叫听听啊，要点评的。上去了。上面。老师前面不要。我来为大家唱一首那个《新娘子真好看》啊，有点紧张了。我们不考试。新娘子，新娘子。妈妈老少对我讲，他说我今朝讨新娘，妈妈说不要眼头有眼闹，丝丝分分做新郎。妈妈说新郎新娘是夫妻，叫半天里石洞房。妈妈说从今后叫我不要再到书房去，新房里面伴新娘。妈妈说世界与你同期盼，夜里与你共压上，家来生个小宝宝，我做爷来，你做娘。谢谢。紧张什么？我们又不考试。不要叫你台词。蛮好的唱的啊！阿拉请阿拉一个老师来点评点评，阿拉请了施老师来点评一下，好吧？华乐呢，是我那个到深圳去演出，一直演出呢，然后我们就见面了。原来他那个我们应该是几年前啊，2年前吧，差不多。那个去的时候呢，他是一句都不会唱，
然后那个他觉得就是跟我说，S 老师，他说这个范派特别好听，我想学。那我说你学呀。后来他也唱了几句给我听，我说你唱范派的嗓子特别好，他的那个嗓子特别的宽厚。我说你唱呀。然后他就那个经过我们每次到深圳去，他也每次跟我唱给我听。然后我觉得他一次比一次的好。他那个原来我觉得哎。这个地方唱的不对，但是我第二次去了，他唱的非常的好，所以今天他唱了以后，我觉得又要比原来有更大的进步了，所以我觉得我也非常的开心。那个范范呢，本来就是我们老师他的那个嗓子，他的老师的嗓子是非常的高亢，也非常的宽厚，所以那个一定要有非常好的条件来唱这个范派。那么今天那个华乐，它不仅就是我觉得在咬字上面啊，在那个声腔上面啊，都非常的棒。就是唱到后面呢，后面我觉得它的那个声腔音啊，就前面是很高，到后面我做呀嘞，你做娘啊，就唱到越到后面就声音就越低下来了，就这个音一定要。唱清版一定要准，对吧？这个是一点。然后我觉得其他的好像节奏上面好像太慢了，稍微可以再欢快一些，我觉得会唱得更加好。希望你下次听到又会更大的进步，谢谢。我们司玉林已经点评了华乐的那个啊，华乐作为一开始是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可能也不大会唱，现在能够唱成这样，确实是不容易。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家在学习流派的时候，不仅仅是要学习老师们的一个声腔的特点，还要把他最好的，因为我们大家都非常年轻，要把最好的东西能够学下来，而不是说我仅仅是学习他的一个怎么说来的？因为老师们也有年纪大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年纪大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的是那个他们年轻的时候最好音色的时候的那个唱腔，而不是要把他到了晚年以后，他自己声带已经有点松了，有靠气息来冲的时候的那种。包括像很多人，我们现在在学的，就是说如何学好那个流派的这个唱法，包括像傅老师的唱腔，也是很多人把傅老师的唱腔，我认为不是他最佳状态的时候学得很像，那实际上是对老师唱腔的一种损失。你想听听以前傅老师的唱腔，我家有个小姐妹，比我声音这个好多了。他真的是为什么当时时候会说他是花腔女高音？肯定是有它的特点，但是现在呢，因为文革以后，可能老师们的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是离开舞台，还有到了一定的年龄，可能他的声腔方面，可能唱的时候会更加的突出他自己流派的特色，而忽略了他自己原来优秀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音色条件，变得我家有个小姐妹，这样去唱了。聪明伶俐三金配，是这种唱法了。很多人是不是都是在这样唱？但是我觉得，在声音自己允许的情况下，那个应该学习一些比较老师年轻的时候一些，包括采风老师的唱腔。以前的你看他碧玉簪的时候，他的声音是金王子中冷清清，多么的甜美，为我不听心怀真，是不是？以前电影里的时候，这个声音，而且是非常脆、非常好听。但现在呢，可能大家只听到那个怎么那
这实际上这个是走分儿西墙草这种唱法。阿拉姐姐笑死了，阿拉姐姐笑，这是我欣姐，给他们介绍，姐姐来跟他们见面。他们叫我明星，所以我叫她欣姐。所以说呢，我们要学习，不要把老师的那个缺点，他因为到了以后就声带，他的松了以后，我也特意这个问题特意去请教了一个五官科的医生，我说为什么一些老师的唱腔后期会变成这样，包括像季亚西老师的唱腔也是，以前他唱那个遇了金遇了银，爱心心的孤光阴，非常流畅。后来变成遇了金遇了银，爱心心的孤光阴，是不是变成这样了？所以说，我觉得啊，你们不要笑，这不是笑，这是学的人的悲哀，学习一个人的悲哀。包括毕老师的，你说毕老师的，他在台上他很自然的这种感觉，那学的人就一上来就是，你说这是学的人的悲哀还是毕老师的悲哀？是学的人的悲哀，对不对？包括范老师以前的唱腔那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一定要在红炉扎在下方，一定要把他那个嘴巴打的，是吧？我觉得这是学的人的悲哀。所以说我敬请大家在学习流派的当中，能够尊重老艺术家们非常漂亮的声线，而不去把他的缺点给扩大化。你说真的说，老师们听到你们唱成这样的话，他哭都哭不动。你说我们曾经那个我们有的人唱唱血手印，唱那个玉堂春，包括唱白蛇传，你看看他展现的都是非常年轻漂亮的女孩子，下去起不轻易这么唱，后面那个腰环，你说他叫他怎么唱出来？完了以后他说我这来此一次应该是下去起不轻易，那后面接上来来此一次花园门，是不是？你如果把它前面唱成下去起不轻易，后面丫鬟怎么唱？大家试试看，来此一次。好了，台上一对老人家。我这样觉得为的欢喜嘛，这样叫做是有，所以说我敬请大家在学习流派，既要抓住它流派的特色，又要发挥它的长处，而不是说把它的缺点，把现有的缺点给它扩大化，这样是对老艺术家们的一种损失，也是学习人的一个悲哀。那老师跟我说，接下来呢，我还要说到。就是我们现在戏曲舞台上面，范老师我客气我，你们听不见了对吧？我说的很轻，你们听不见了。哎，你们听不见了就很安静了，因为我刚刚说的很响，你们觉得我嗓子很好。是吧？是不是我刚刚嗓子太好了？你们觉得啊，声音比我响，我这样的接下去就这么说，你们要听得清明白吗？就是我们戏曲舞台上面，就是更多的人，很多的人都非常注重那个唱腔，这是好事。但是呢，往往忽略了念白。我们一直都有一句说法，就是说千金念白四两唱。实际上，这个念白在舞台上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在抒发人物情绪，特别是大段念白的时候，如果你这个我们说嘴皮子没有功夫的话，那绝对是看的人是一种受罪，念的人是吃力，吃了得了要洗。
所以讲呢，阿拉今朝为了展示搿念白的功力，念白在戏曲舞台上的一个重要性，阿拉我们的小，哟，这音配的老好啊！刚刚说过了，应该放在正当里面啊。我们的朱阳，我们那个小老旦啊，小老旦，他在我们团里面呢也是非常优秀，而且非常年轻，应该说是我们越剧院是最年轻的一个小老旦，才20几岁。20岁出头一点点，他那时候的年龄，我戏校刚刚毕业，他已经是在舞台上是一个年轻的老演员了。那我们现在呢，请我们朱阳来展示一下那个我们舞台上老旦的那个。啥地有底戏了啦？到底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我们朱阳说了算，朱阳来上。我不是成员咯，我是成员隔壁头的，去闹。我很荣幸跟我们的方团长到这边来参加这个讲座。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学习机会。然后前面在说到很多什么四宫调啊，什么猜调啊。后面有很多的戏迷观众，他们说啊，是从哪里香妃哭头怎么转变过来？其实很多的一些曲调，因为我们年轻的现在的一些青年演员都应该知道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也很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我们也应该要普及一下。那我为大家带来一段那个《碧玉簪3盖1》的一段大段的一段念白这个可能需要表演这个带动大家才能感受。拍个耳麦要么大家讲，如果安静一点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听到的。有耳麦，你可以表演起来。那耳麦好耳麦很快的。所以说我们那个念白对我们来说，特别是一个是注重的是一个字正，还有一个讲究的是一个情绪，它的表演节奏，念白的节奏对演员在舞台上面也是非常考验一个演员的。如果给你一大段的念白，你念的人家大家都听不明白的话，那等于是浪费。那么朱阳呢，在这方面应该说是还是，尽管看他小，他在这方面还是蛮老练的，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有灵气的一个小老旦。他在舞台上面可以说，交给他演什么，他都会演得很好。那么阿拉有句叫演啥个像啥个，非常有灵气的一个小老旦。所以说，我们今后的那个讲座可能会有一系列，可能也会轮批的，来把各个我们的优秀青年演员都介绍大家认识。可能有大家不认识的、不熟悉的，可能也通过我们的讲座会跟他熟悉起来。那我们再上来，上来有追光，让我下头去欣赏欣赏。哎呦！这接痛啊！搿舞蹈伊拉小两夫妻为啥把我啦？原来搿个毛病现出来搿个丞相的头上了，让我关这个门，落这个手。哎，阿玲啊，阿玲。做爷娘个辛辛苦苦的侬讨子一房媳妇，搿种子房嘛，搿小两夫妻啥个恩恩爱爱，么么，来年生一个大胖孙子。哎呀，老太婆，我是抱起个孙子，我是斗啊斗啊斗啊斗，一斗么斗到上家头，给人家陈老太太看见在。哦哟，王老夫人哎，侬算啦抱个啥人啦？我阿玲个儿子，老太婆个孙子啦。哦哟，王老夫人啊，侬个孙子是头皮哦哟，将来啊必中上药。跟我老太婆是多少个高兴了。哎，侬这个龌龊啥？跟侬儿子不养个囡儿养一个，跟我老太婆也是嘎个一毛。我是昂啊昂啊昂啊昂，一昂嘛昂到我家头，跟
人家有看见噻。哎呦，王老夫人啊，侬睡了抱个啥人啦？我阿玲个侬，老太婆个男生啦。哎呦，王老夫人啊，搿侬真是好福气啦！搿叫做先开花来后结籽，来日一定抱孙子。搿我老太婆是多少个开心了，想想开心，真正开心是又想又开心了。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哎呦，老太婆想孙子想昏个头，头皮都要碰破在了。哎，搿伊拉小两夫妻还忙我，到啥地方来个孙子抱呢？闲话少讲，我还是困觉去。哦。林志扬把这一段，因为这个戏大家都非常熟悉嘛，他把老旦这一段，他既是揪心，又是开心，又是无奈，这么一段非常有节奏性非常强的，而且把这个喜剧人物的他的内心的一大段的念白，应该说是念的大家都非常的听得非常明白，而且也被他的情绪所感染了。这是一个。接下来呢，我想请阿拉徐老师。阿拉徐老师来，徐老师有请徐老师。帮徐老师两个人呢，我就想讲对啥了，就是我们那个舞台上面表演，就是互相之间的那个纯念白的对白的东西，就说这个节奏啊，实际上是非常重要。那就像强林嫂，我们第一那个董王搿搭上，伊拿我拉个一记抱起来什么？伊拿我拉个一记抱进来，搿我肯定抱不动伊个，对吧？把我坐下来以后，到伊唱个前头搿段念白啊，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要有节奏性的。如果这个节奏不掌握好的话，可能这后面的戏它的分量就跌下去了。徐老师，哪能侬抱我还是我抱侬？大抱进来，凳子我坐好，我位置坐好。算你力气大，讲到配，让我委屈，让我委屈啊！我先蛮小声，你不要害我。我害你什么？我花了许多财力，倒也不去死他。你要去寻死命，我闹出一条人命来，这不是害我吗？让我委屈，让我委屈啊！你要到哪里去？这里就是你的家。哎，你就我说懂。我会对你好。谁认识你？讲到配，让我委屈，让我委屈啊！不是为老人，为什么事情也都不讲好呢？你们为不讲好，你们还过来抢我为不讲好，讲到配，让我委屈，让我委屈。真是天晓得了。实际上就是这个念法。是，那把话筒开了没？老虎眼。有了，啊，唱吧。实际上这段念白对后面的唱腔非常重要。他说他不肯唱，你们硬要他唱，那你们要给他掌声。你要不给他掌声的话，他就没办法。今天我看了那个巴雅芬他做的讲座，我觉得是蛮欣慰，有这么多的戏迷观众，而且我都觉得大家的水平都非常的高啊，包括很多的一些知识性的我们粤剧的知识性的一些问题啊，我就觉得你们大家都很了解，非常欣慰。那实际上我今天来呢，本来是以工作人员来的，并不是像范亚芬老师的那个讲座，包括我们几位演员在表演的穿插在讲座当中的。实际上我今天更多的是以工作的状态过来的，那么也没想到要让我来几句。那么祥林嫂当中，我先来几句吧。就接着刚才的那个啊。我老了，今年我俩，哎呀，到了。因为为什么？你调。为什么呢？因为刚才呢，所以我听的都是女调。对，女调。没有一个男的唱的啊。所以说，我也想往上冒了。
慢了，我低一点啊。我老了，今年活了30多，这种事情从未碰到过。我算是身上三亚一出花，强雄大道我不会做。谢谢大家。啊，好了，大伙啊！啊，今天主要是你说的。哎主要是，你们听了那徐老师的唱以后，你们觉得啊不过瘾啊？我也觉得不大过瘾，我也觉得不大过瘾头啦。对唱的就算了，徐老师要多唱点。我已经我说的比唱的好听已经。啊，已经说的很多了。刚刚我们听到那个徐老师，他就那么4句，大家就一下子把这个人物表现出来了，大家马上就被他的那个情绪带入到那个贺老六的人物当中去，这就是一个演员的功力。所以说要么不开口，一开口就把你们震撼住。大家觉得同意我的观点吗？唱完了以后好像掌声不够热烈。好了，徐老师老谦虚了，他不仅仅翻拍唱得好，录拍才是他的强项。我没说叫他唱啊，我没说过要他唱。开着。我没在这样。那不要紧，拍手，一定要叫伊唱，一定要叫伊唱。到辰光是讲我不好，那一拖得来硬劲叫伊唱不大好。今朝是我自讲，那如果硬劲叫伊唱，那我也没办法，对吧？要洗来弄我顶了杠头过来。实际上也真的是非常的高兴能够回到我们粤剧的故乡嵊州来。实际上我们小的时候，我是74年开始涉足粤剧的，因为当初那个年代呢，可能是更多的一些我们传统的一些粤剧几乎都没有了，更多的就是一些样板戏。所以说我刚刚进学粤剧的时候，我也不知道粤剧是什么东西，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们小时候我们在那个学校的时候，他是来招的，那么当初也是袁老师来招我们的，所以说这么多年下来，一直想到嵊州来。那么幸运的是也来过几次，但是呢，我们当初因为我是出生在上海的，更多的是粤剧的念白语言这一块的。对我们来说呢是比较欠缺的，所以说呢，当初有一个计划，就是在我们学系的当中呢，一定要到嵊州来，那个时候叫嵊县吧，一定要来那个投入生活当中，和嵊州的一些方言啊，我们要了解，然后有一个计划，但是后来由于种种的原因，一直没有成型，所以说今天回到这里也非常的高兴。既然我们方明星要来几句，我就来几句吧。来什么？来，我们来盘夫好吧？你要不配？是吧？他叫我唱，我们配一段。你们待会儿还要听我说吗？要的，我说了以后，唱了以后就说不动了。但是我觉得现在，刚才他已经说了很多了，实际上更多的粤剧的东西已经说了很多了。我估计大家在座的可能是更多的是想听了。来几句吧，你最后来几句让我。哪里了？我不会唱的呀。桂林啊，关。四姑娘。我待会儿还有很多说嘞，说的还有很多的。尽管我们没有转调的，你来。哪里了？关啊人啊，关人啊，关啊人，你好比天啊长月，为其苦比是月郎。边啊心，你月上
哪有千金丹，为妻分下5把金，分君你哦，你难的是快把真情说来我听啊！因为男女它是一个转调的，我自己转了啊。我知道今人只身见真女，谁知他妇女两条心。我到黄殿18朝，谁知杀破一块黄金。兰真对我是真情意，我岂能留他一片心？虽我相见情还情，娘子，官人，你道我是哪里人？官人，你那是暖京人士。我不是嫌他是暖京。官人，你原来是暖京人士。我心肠令我笨。笨什么？笨。讲啊！笨什么？哎呀！我是将真情说且听，真来是又是妻子又受人。常言道，红尘这是三分话，地图先抛一片心，挖龙挖虎难挖破，此人知面不知心。我曾与他真情讲，离别他心事我不信。嗓子不行了啊！怕不必认真下流去，免得再次落真人心。谢谢。谢谢徐老师，谢谢徐老师，谢谢徐老师，谢谢徐老师对我工作的支持啊！他现在虽然已经不归我管了，但是他经常还会要管我的，因为我们的演出跟那个营销实际上是一条道上的啊。今天我们已经讲了两个小时了吧？不止了哈。本来计划当中是1个半小时，现在已经超过半小时了，因为我们的粤剧啊。粤剧之美，1小时56，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然而，它的发源于嵊州，又发祥于上海，又进入了国际大都市。然而，它形成过程当中面对的是市民教育水平，可能以前是教育水平偏低的一些女性观众，也就是正因为是这样，现在有一大批的粤剧观众是处于女性化。但是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不够的。我觉得现在我们面对的是要怎么样如何来吸引青年观众，不能停留在一般的儿女情长这种题材上面，这样的发展空间可能会限制我们注入全新的一个人文。所以说呢，袁老师在当年破天荒的塑造了祥林嫂，也是因为成功塑造这一角色而得到了我们一些专家们，甚至于我们现代年轻人向往的，也是希望能有一个几十年能够碰到这么一个角色，能够塑造成为一个能够属于自己的一个人物。我们这一代演员，同时也是粤剧我们舞台上面现在的中坚力量。但是有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就是我用一句话，就从事艺术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你今天行，可能你明天就不行。这是为什么？因为竞争太激烈，
淘汰的频率相当快。理由也很简单，为什么？太浮躁，太急于急功近利，这是我想很多人为什么不能够留在舞台上面的一个很多的原因，可能有在于此。所以说，我们既然从事的这份事业，我们要沉住气，要耐得住寂寞，要耐得住所有的寂寞。我想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希望下次我们还有更多儿女情长的故事为大家展示。谢谢大家。